上集讲到，公寓内出现感染者，为了民众的安危，韩警官只好命令士兵们将公寓封锁。新春和以贤也被困在里面，决心一起守护公寓。长发女出面作证，以贤将眼镜男逮捕。长发女辩白是眼镜男和说他要离婚，所以才相信了他，但并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就会离开，却在以贤离开后偷偷溜进房间。电梯里，以贤接到新春的电话，得知公寓已经被封锁。走出电梯，正好遇上新春。新春冲上来抱住以贤，眼镜男趁机逃跑。律师男接到电话，眼镜男正向他寻求法律援助，告知有警察私自逮捕他。以贤找到眼镜男，告知律师他有杀人嫌疑，随后挂断了电话。眼镜男只好向住户们求救。新春让以贤不要和他废话，直接揍他。此时，公寓内广播响起，公寓代表告知住户们，因为狂人病感染者的出现，只能将公寓封锁隔离。下午5点，所有居民将在地下健身房内召开会议。此时，小女孩的妈妈还被困在公寓外，小女孩正在新春家中，焦急等待着妈妈的消息。终于接到了妈妈的电话，小女孩妈妈很感激新春，拜托新春在她回来之前帮忙照顾小女孩，并且她患有心脏病，千万不能避免剧烈运动，也不能流血受伤。小女孩听到新春进来，马上擦干眼泪。新春拨通韩警官的电话，让他尽快前来会面。以贤质问眼镜男是否也吃过那个药物，眼镜男否认，反正公寓封锁他也出不去，就让他老实待在房内。长发女询问以贤，他并不是小区的住户，难道也不能出去吗？以贤让他和自己一起去健身房参加会议，但是因为他们的丑闻在这里都传开了，长发女并不愿意去。为了长发女的安危，以贤只好将眼镜男铐住。眼镜男不死心的威胁，长发女是小三的事已经人尽皆知，他不仅身无分文，还会被医院辞退，让他明白现在能帮助他的也只有自己了。健身房内，中尉与住户们视频通话，告知他们考虑到公寓内有感染的风险，接下来的7天只能封闭整个小区，所有的住户都不能外出。为了减少用餐和生活方面的不便，会尽快采取相应措施。以贤告知住户们，狂人病发病前都会有特别的症状，比如口干舌燥、黑眼球变小，还会做出一些敲打墙面之类的强迫性行为。安抚住户们只需要忍耐这1周就行了。新春来到停车场会见韩警官，拜托他让小女孩出去和父母团聚。韩警官却告知他，小女孩的父母正在接受检查，他们感染的几率很高，可能因为快递工作很辛苦，所以为了提神都服用了这个药物。公寓代表告知民众们，明天早上会开始发放盒饭。他自顾自地说着，丝毫不在意新春的话。新春和以贤询问健身教练的去向，得知他已经好多天没来上班了。看着垃圾桶里堆满空的矿泉水瓶，察觉到他一直在不停喝水，质问他是否也吃了那个药物。男人却一直否认。面对新春和以贤的逼问，气急败坏地表示他并没有做过什么。此时新春察觉有人在偷看，雇主雇佣的清洁工们也被困在这里。女清洁工解释，这人叫安德鲁，虽然看着有点傻，但是人很善良，小时候脸受伤了，有很严重的伤痕，所以一直不敢出门，都待在家里。但是因为最近所有人都戴着口罩，这才鼓起勇气开始工作。以贤让他们也上交身份证，安德鲁身份证上的头像也被他破坏了。新春发现健身房的男子在秘密通话，以贤警告他不要轻举妄动，今晚就待在这里。新春将饮用水搬走，让他坚持到明天早上再喝水，然后将健身房封锁，禁止住户们出入。以贤解开了眼镜男的手铐，警告他自己就在楼下，不要轻举妄动，就算他在逃跑过程中死掉了，也没有人会在意。以贤让长发女去5楼，在内给他准备了应急房间。长发女和眼镜男达成合作，不愿意离开，甚至说是因为生气才给出了虚假证词。那天发生的事情他并没有看到。以贤看着2人狼狈为奸，只能离开。以贤接到韩警官的电话，得知302在直播公寓内部的情况，让以贤尽快制止他，否则只能掐断网络信号。老头询问妻子那天是否接触了感染者，拆开他手腕上的绷带，却并没有看到伤口。此时门铃响起，新春和以贤来到这里，却得知他们的儿子并不在家。以贤看到直播画面，知道了他的位置，他正在601的门口进行直播。新春和以贤找到他，将直播关闭。班长也一同被隔离在公寓内，只好和以贤睡在客厅，小女孩和新春睡在卧室。班长以自己腰不好为由，让以贤睡地铺。以贤看着韩警官那时的新闻，询问班长当时被韩警官暴打的制药公司代表怎么样了。既然是暴行，应该就没有死，疑惑他现在在干着什么。此时韩警官和中尉来到一间严密看守的封闭病房，会长就在其中。他得知韩警官已经公开了狂人病，并且封锁了一处公寓。韩警官告知他，国外目前也是一片混乱，明天政府会宣布封锁国境。会长表示，韩警官曾说过会安静地解决此事，才将他推荐给了上面的人。现在大家应该都很失望了。韩警官解释，有人故意将药物撒向了市场，
所以才会导致如今的局面。之前他审问贩卖者时，得知是有人特意告诉他仓库的位置，让他拿走的，而那个人就是会长。会长反问韩警官，他有什么理由这样做？韩警官直言，感染者增多，才能加快开发治疗剂的速度。与其一个人去死，不如让世界都灭亡。会长警告韩警官，这也关乎他妻子的性命，而且他妻子还怀有身孕，那可是2条生命。原来当时就是会长咬伤了韩警官怀有身孕的妻子，甚至还挑衅地说他妻子的血味道最好。韩警官嘲讽他口渴很难忍受吧，气急败坏的会长一把将看护抓住，撕咬他的脖颈，中尉拔出枪冲着他，会长被铁链锁住。韩警官毫不在意他的愤怒。韩警官确认是会长散布的药物，会将他们的名单都交给中尉，吩咐他将这些人员全部追踪，要找出所有的感染路径。中尉建议将会长和其他感染者一起隔离，韩警官却表示他的级别太高了，治疗剂开发出来会先给他打，目前最重要的是治疗剂，之后他能不能活下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新闻播报，短短2天就增加到了8个隔离所，海外也有狂人病正在扩散，所以决定封锁国境。俄罗斯也因狂人病封锁了国境。新春和以贤准备出门去领取便当，却发现其他栋的住户们将门禁关闭了。他们投票决定，因为感染者出现在这一栋，所以为了公寓住户的安全，禁止他们出入。新春拿到班长的枪，质问他们是他开枪再出去，还是他们直接将门打开。众人只好惊慌地打开门。小女孩对新春的帅气举动崇拜不已。新春和以贤分头向住户们派送便当，黄发男对他的好意当做理所应当，眼镜男也对便当挑3拣4。新春将拿到的衣服交给口罩男，他对这件衣服十分满意。新春一行人来到楼顶，享受着难得的惬意，决定在楼顶用餐。他们分享着食物，一片其乐融融。吃饱喝足后，新春才意识到还没给健身房的人派送便当，赶到后那人却不见踪影，只好四处寻找他的踪迹。以贤拨通了公寓代表的电话，告知他健身房内监禁的男子逃跑了，让他广播通知住户们不要出门。公寓代表却说物业那边不接电话，他们对刚刚的事情气愤不已，要排除他们这栋住户单独开会。停车场内，新春发现了可疑的身影，和以贤一路追踪，猜测他肯定躲在这里某个角落。以贤通过门上的数字成功打开了门禁，却并没有找到感染者。在电梯按键上发现了血迹，猜到他正坐着电梯逃离。以贤看到电梯即将到达，听到里面的传出的声音，连忙拉着新春逃跑，却怎么也打不开门禁，幸得清洁工阿姨帮他们打开了。门即将关闭之时，一只手伸了进来，冲进公寓。以贤赶忙将他制服，男人却说他只是回车上拿点东西而已，是看着他们跑才跟着跑的。以贤等人正准备离开时，突然一个浑身血迹的男人冲了过来，趴在玻璃门上让他们求救，却被一神秘人抓走。新春和以贤紧张地看着这突然发生的事故。此时安德鲁独自站在高处，看到对面窗帘上的血迹。小区内也出现了众多感染者，场面一片混乱。老太太后背的伤口也开始恶化发黑，她当时不慎被感染的普院长抓伤。小女孩给妈妈发去报平安的短信和照片，却迟迟没有得到回应。打开电视发现没有信号，此时手机上收到回信，是小女孩妈妈对女儿的爱意。新春和以贤将住户门封锁。新春接到韩警官的电话，他询问新春是否平安无事。现在应该明白封锁的理由了吧？这时门外的保安也被感染了。韩警官看着监控，告知他们其他栋的住户们都完了。突然，新春听到楼道里传出怪异的声响。本集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公寓内危机重重，人性的残酷展露无遗。新春与以贤能否守住他们的幸福？我们下集不见不散。